歡迎大家嚟到癲佬有料賽馬貼士第54個賽馬日，25年3月15日，沙田日馬10場賽事，C+3賽道，開跑時間下午1點鐘。大家好，我係癲佬。第一場1200米5班，癲佬嘅心水係10號凌利標區，近3轉裏邊跑過一次第三。第二隻6號宏財，近3轉裏邊跑過一次第二。第三隻12號全程路通，近3轉裏邊最近係跑過第八。第四隻5號環球英雄，近3轉裏邊最近係跑過第六。第二場千龍米5班，癲佬嘅心水係5號神驅馬靈，近3轉裏邊跑過一次第二。第二隻4號進彩飛馳，近3轉裏邊跑過一次第二。第三隻12號悠遊俠，近3轉裏邊最近係跑過第五。第四隻8號進先生，近3轉裏邊最近係跑過第六。第三場1000米4班，癲佬嘅心水係10號亮寶，近2轉裏邊最近係跑過第四。第二隻3號美麗老窩，近3轉裏邊跑過一次第三。第三隻4號宮頂，近3轉裏邊跑過一次第三。第四隻魅力星，近3轉裏邊最近係跑過第八。第四場1200米4班，癲佬嘅心水係2號跨境寶馬，近戰裏邊跑過一次第一。第二隻1號線路達飛，近3轉裏邊跑過一次第二。第三隻12號泰行美景，近3轉裏邊跑過一次第三。第四隻10號風林火山，近3轉裏邊最近係跑過第八。第五場1800米4班，癲佬嘅心水係8號小飛俠，近3轉裏邊跑過一次第一，一次第三。第二隻3號白進少星，近3轉裏邊跑過一次第一，一次第三。第三隻14號駕勢奇葩，近3轉裏邊跑過一次第一。第四隻1號富起來，近3轉裏邊跑過一次第一。第六場1400米4班，癲佬嘅心水係9號人人有餘，近3轉裏邊跑過一次第三。第二隻12號黑白，近3轉裏邊最近係跑過第六。第三隻3號開心5月，近3轉裏邊跑過一次第二。第四隻6號碎炸，近3轉裏邊最近係跑過第六。第七場1600米2班，癲佬嘅心水係2號陽光勇士，近3轉裏邊跑過一次第一，一次第三。第二隻6號遨遊武士，近3轉裏邊最近係跑過第四。第三隻4號齋月，近2轉裏邊最近係跑過第十。第四隻8號飛輪步，近3轉裏邊最近係跑過第八。第八場1200米3班，癲佬嘅心水係6號增強，近3轉裏邊跑過2次第一。第二隻3號營造組裝，近3轉裏邊跑過2次第三。第三隻11號展雄威，近3轉裏邊跑過最近係跑過第六。第四隻12號心裏有數，近3轉裏邊最近係跑過第五。第九場1400米3班，癲佬嘅心水係5號至尊高超，近3轉裏邊跑過2次第一，一次第二。第二隻12號勇冠群英，近3轉裏邊跑過一次第一，一次第三。
第三隻1號比連勇略，近3戰裏邊最近係跑過第11。第四隻11號鬥智波，近3戰裏邊最近係跑過第6。第10場1004米3班，顛倒嘅心水係7號首飾天空，近3戰裏邊跑過2次第1。第二隻4號天闖，近3戰裏邊跑過1次第2，1次第3。第三隻1號信心星，近3戰裏邊跑過2次第2。第四隻9號同心同樂，近3戰裏邊最近係跑過第7。麻煩各位靚仔靚女幫忙免費訂閱我哋嘅頻道，點讚我哋嘅影片，多謝晒大家收睇同埋收聽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